家家有好色，马莎国家来主席。大家好，我是扎伟。大家好，我是燕燕。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。山气日夕佳，飞鸟相与还。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。姑娘说得好啊！乃为某丑。无啦，我最近吼一个修炼。修炼？你是哪修炼？修炼人家地方讲出来讲。好。命的动厉害，阿弥经过石头山，这个到那边土了行。哎呦，都安地本去。当地本人讲，这地方哦，有一只屋的，有眼也能看得到，甜金有气质。你看，你不觉得来最近个也冇强屁，米头都冇强哟。那这么有气质，你下来干嘛？我啲學做菜啊。學做菜。我係呢成法啦，六樣嘅。所以基本嘅我咧煮飯嗌啲事係冇。冇啦，我唔敢問你啦，我咩啲學習啲修煉，唔講係基本嘅，搶到死者來咧。哎呦，我有啲對改片搶過來啊！當然啦，騰雲駕霧而來。哎呦，冇啦，分享見邊哦，煮有靈魂、有靈性嘅菜俾人哋食，好嘛？好，搶愛死者，分享靈者愛靈死者。大家好。俊健嘞，汤炉有没有？平步青云的感觉，非常懂稳汤哈。这样子学用办修炼身心，就是要懂厉害。我是懂好做事情的人，懂好做些手段是不是都冇衰？这天水来做，我都唔強用啊！我幫講，容易學啊，你啊。我大概3度行，空氣又好。係。你用嘅帶是散檔去。我想講，我這個係野生動物，我是後山黨。這個從細出世就改變咗，係我時間間點嘅咪上我講，你讓我唔對北部啊，東安老人問我唔好，我是好了別的，但是大家人我講做呢個事情哦，就是要找到跟我們同樣又做又燃的人，又相通。大家又燃就做得一般起就會來佢哋重視我啲嘅會所，係做啲食嚟都講是食，我是做傳統客家菜嘛，佢有重視就是會來食，但是做生意是這裡16年前，快去2塊賺湯，16年前，你16年前，你聽叫誰聽聽啊？當毛利嗎？你們唔講啊？你們後生嘅，你聽叫誰做的？冒昧問一下。4歲74歲，你看，我就講咩，地方對嘅，做一家生命地位度好做嘅事情，喜歡做嘅事情，快樂就會後生。16年呢，16年都在做料理哦。對，以前喺中間我經常上班，我是做40歲人啦嘛，我靠照顧佢，我唔敢去上班，所以幹好嘅40歲我，我哋幹好啦。細我睇嘅。細我是老啦，7歲咧，拉最太5歲咧。係啊，孫就太學嘅啊，都太學嘅。你咪本聽到人出鏡到。冇。有想去修煉冇？有。我講修煉要成高管，根本要搶死者咯，要做出來俾你食。天都要做乜嘢菜？對，做你個客家嘅炕肉。個炕肉，係。好，來，開始啦哈。好。來介紹一下很準批嘅炕肉。因為有魚煮有下配。係。嗱，所謂金豆夾鱔肉。係。係，因為唔夾雪配，專門嘅3層肉。因為魚煮會好配。係。口感下好。係是介於鮮料嘅炕肉，鮮嘅豬肉係。炕豬肉哈，仲要係順乾錯冇？你係煮好嘅呀？因為佢好麻煩，要泡水泡好哦，我要啲時間啦。一些地方做地講按油先冇。冇呀。你話係3層面，煮炕肉一定要用3條，不過嘅好貴係鳳橋。哦。用成嘅。用成。你做嚟講血啊噃？係啊，所以講攞佢綜合落去，食落去又健康。
又好看又香哦，就对。俺冇食過鳳曲加到地杯度嘅呢。係哦，哦，還有冰糖咩？哈，哎加入蜜酒。蜜酒好，好好來開始哈，牛肉我燒一下嘛。哦，好，來燒一下啦啊。好。山東係呢湖中有較多哦，我咩較關心湖中。因為我係習慣，你一旦去解血豬嘛，血豬買就是腐豬肉，然後保姆一些講，我用那個拍豬，你是唔關的哈。唔關，哎呀即係係要偵查哦。當然賺，冇雞甜味。係啊。誒，口感冇強咗。差唔多嘅哈。來，你下點烘中意一家哦？冇啲啊，因為也有到年紀咧哈。我前有搶嘢。有。哦。助手長多啦哈，忙啲見面哈，有人聽着，所以聽好嘅咧，係本來係做乜嘢嘛哈，所以揾到見面哈。咩啦？我很見我都弄聽少啲嚟嚟做乜？好的，interview 要把老二成天下來，我見到見咗行佢哦。有人。而家要冇變幾多，冇變一度啦，因為啲咩福都係冇俾飲到。係，因為而家講嘛，湖主係油，佢本來就有油嘅。而家翕啊，佢都要搖出嚟咧。係啊。睇見兩下成樓嘅剪起來，肉嘅甜味會喺地杯度，唔會走出來。係，可以掃一下，可以掃下係。幾條冇肯定要停你接人點烘。目前冇。目前冇。目前冇，全部有國人有噶。有自家，因為挑油。唔講我唱嘢安慰煮安慰做啊。用停下。唔記聲言嚟，係講我食其實阿比較清淡呢。冇錯，基礎係大好，即係因為其實做呢一點啊，我頭尾冇想到要做到按正經啦，咁萎縮當好啦。係。咁萎縮當好啊，所以想到講按大上啊哈，然後有隻景點也不景觀很棒，真好真正啊，萎縮。係。然後就當舒服啊，所以想到講。你有乜㗎？酸的哈，就想講啊，冇打送，按好嘅地方，按好嘅素材，做自家愛做嘅事情，做事要做啲分大家來分享。係啊，你下個鳳曲一定好哈。鳳曲唔是泡水，唔是洗哈。唔是，你跟佢做嘅其實係點啊？啲啊？我可能就帶兩道掉來。唔係。係啊，好啲。冰糖做大隻掉下。冰糖下一出嘅上色啦，哦。冰糖因為口感好，口感還好。泰國煮吼，老西北嘅煮起來，那個鍋氣嘅關係一點冇重要。做馬人講有陣時烹作嘅菜特別好食，因為加鍋氣。係啊。哦。好，你還幹嘛幹？我啲酒。酒哈，這就是嗆鍋咯，哈，嗆一下鍋。米酒嘅香味落去哈。就見來是見醬咧，係啊，係特別間中，專門做廚師，做很多哦，咁樣種800人頭，我先生上班啊，日都喊自個減頭行空嘅。唔做過幾多聲嚇？山東嗰些所有人講嘅上我是有做。係啊。我開啊，我徛個，我徛腳頭，我徛拍檔，我乜開始做。我學酒學雞學啊，乜開始做。唔單止。是冇做菜的。因為不卡帶上下。都冇法做咩？環境嚇唔好。細奶一家吼做啥物用啊？細奶哦準細奶用啊，從冇吼。因為我四字買後台，細奶3買後細好賤。係我這是後尾做就不卡苦啦，嗰種是都冇，你都冇水。愛水哈，嚟。愛嗰種係。唔過倆就磨練出你哋係安慰廚師啦，安慰料理，安慰照顧家人啊。我從我講啦，人啊吼，唔是結婚結強，你就上那隻舞台，你是做好嗰隻舞，你該本分做好咧。係啊。做乜嘅唱乜嘅啦。嗱，你一做康用啊，做得好啦。真嘅。講到聲嘢，我都搞好啦。係哦。可以點樣顧好啦。係，我真認真。你睇你不用水下去嘅哈，本期數一下糖質，唔講你啲順講。當乜個時間啊表？你唔係你撩起來，你唔係鬧鐘啊？我當時煮好等下，不用上去嘅。我試試這啲順管做個盤度帶下，康肉表喺面當，等我出去後水都跌出來咧。一定咧。嗰啲
你放水水，你啊，等佢溫入邊慢慢的燉。慢慢炖。溫咯，要好，要包来，個。来弄，亮。你用嚟包個啦。来，帮忙你哈。嗌啦。你嗌嘅些，你嗌嘅是些写。出来的哈。嗯，来，声音哦。唔係。自家愛從頭到尾自家來，下放唔心哦。係我講而家嫩的樹哎呦綠豆啲咧。冇啦，其實吼都會學習啦，吼。對啦。不管係扁筍乾，你係講自家親力親為。你要吸收一點經驗。嘿。差唔多你好，你都鋪好差唔多1碗水差唔多。你就係我睇1碗多。好，唔怕，1碗水，係安尼啦。1碗水哦，媽媽唔記得，唔過而家燉吼，佢會越來越，佢會吹個油。嘿，會吹油。對。好，肉質也鎖住了哈，因為拿來拿做對嗎？做得。好，來不用下去哈。好。安尼不用下去啊，燉幾久？你好，迄外婆卡是拿2燉啊，燉到等它快的起來搓一下，差不多要用燉，差不多1點鐘。1點鐘哦。哦。師姐也可以下哈。1點鐘以後咯，就做的是客家的控肉，我就可以。哦，來看，可以控肉嘛。安尼大概很香哦，1點鐘過後哦。係啊。你要看一下嘛？啊，用配的好嘞。用快搓一下，快搓一下。你剛剛用快動看了沒？嘿，你看了，你按手有黏的哈。嘿，真入味嘞。安尼哈，動下去啊。嘿。唔好動手哦。你先試得啊。冇啦，還有軟骨的啦，師姐。哦，係啊。動下去，傳過去耶哈。嘿。哇，這真的很像我們去那個故宮博物院看的嘛。好，來，本期走去下。好。三號來做乜嘅？我哋料順乾，料順乾。一開火。安尼出隻料，油嘛。一啲都油啦，一啲都油啦。順乾它仔啊，所以一啲油啊。順乾一天要有油。嘿，好。就呢控肉順乾控肉是一天客家菜底杯是一天油。一天批到嘅啦。兩邊少啦，嗬，加啲油。嘿。你按現個香味亮亮的。你先用啥做唔得？瘦一樣是少一個角色是做唔得的。其實啲木琴咪再做啦，你下細家庭嗬，安尼做起來咪當簡單。哦，有社會嗬。有社會係。出隻都倒落來嗬。有啲糖嚟嗬。係，我而家米睇下。係啊。嚟，揾件成米睇啦。好嚟啦嗬。火扣嘢嗬，啲火煎起來。應該啲火咪關起來好嘅。係控肉嘅做得嚟。控肉做得嚟。哦，有啲糖嗬。等下你用個控肉嘅面，控肉每日將會順乾將會蒸到個梅頭嗬。大綁唔來哦，我起我都行埋學到。很人後生，哎呦，係很後生。三號嚟出嚟，控肉來，用上嚟哈，用夾俾啊，夾俾來，生意哦。哦。好啦，好了，我個熟了。你看鹹奶，你看。師姐，我特別吼，啲條要講嘅一句話，我看到安尼，我一聽要講一句話，咦，講無我師姐堂啊，要講乜嘅？8條。唔咩？唔咩哦，嚟一碗白飯。冇錯。哎呀，年輕人啲點嘅嗬。對啊。叫我食麵啊，唔好。唔好。食飯幫控肉。一天來幫。係，我講佢要番薯，我要煮番薯飯。哦。番薯飯幫了，做得，安尼做得咧，安尼看完大獎咧，唔要本來唔見。哦好，我睇我本意哈。睇本來。哎呀，好嘞，不用嚟做好，來。好。等我等你我來，你做得啦哈。龍太家講，我唱太家說的係乜嘅？控肉順乾。嚟啊，嚟食咯。
数也无太有苦干呢。其实好简单啦，省个时间啦。我落去选啦吼，我用8、9样材料对了，这样有做出个只小炒的味道。按你算起来吼，哎，你讲你讲的五行，五行是5种蔬果的颜色。对对，马都有。对啊。哇，俩一盛盘来相信哦，俩下电视机面前嘅观众朋友看到，就想讲，按不要杀杀来注意下。哎呦，我肚子係有，我再成世人學唔開個人哦。係只講係做係要妹拖出嚟吧。肉一定要超過1點鐘才好食。而家哈，其實通常攏肉先煸過吼，嗰種肉味係要嫩，放到地擺度。真勁動厲害，你唔可以講，哎呦，要貼皮毛，要貼色毛，唔可以哦，嫩以外咧，佢冇俾擦擦，係我可能冇馬食過嘅，因為啊，我當好食控肉，唔過可能因為無種肉嘅關係，有嘅擦擦面要多一隻無腔嘅控肉面，嚇，你有知道？係啊，韓國嘅鳳橋嘛，係甜甜，係啊，清香。我啲邊後來要洗煲去燉啊，所以講大概地巴嘅湯汁攏掃在地巴。加啲紅曲無腔嘅地方係叫加一種無腔嘅甜味。係錯，好，唔係豬肉嘅哦，係一種比較清新的味道。好，出唔可以吃到講，很溫軟哦，唔可以哦。係啊，這個加到啲順乾，然後鳳橋按這麼搭配，哦，因為佢唔會死鹹，係清香味。所以搭配而家嘅鳳橋啊，甜甜嘅味是就非常嘅好食，唔會吃到甜油。係啊，哦，你有冇？我搶來時間，剃頭菜都講到你嗬。非常好食，唔過唔辣係嘛？係熱刀菜唔辣。生下來做乜嘅？客家小炒。客家小炒我都唔講，客家小炒係我第一擺。係。去請師姐，他莫講法，通常師傅都講莫講法，然後就就客家小炒，那舌頭驚為天人，那就可以聽哎修煉去。啊，梁秋輝，你上拜講，你一吃到就永遠難忘的。真嘅，料理按到客家小炒，用版型做得上嘅味、上嘅皮講、上嘅木薯，佢做得同厲害。好，咁嗌外來幫你寫一下。好啦，叫我嚟做客家小炒哦。好。謝妹子，家主講哦，你要開始做客家小炒咯。錯，我上擺去木卡度，師姐攏係見面咧剃頭出來，就係客家小炒。我攏講，因為剃頭出來，我客天要嚟修煉。嚟開始嚟做，做之前係你記聲下，3層肉未？3層肉，要豆腐乾，啱啱掉人嘅數目一夾，豆腐乾，糊嘅豆腐乾嗬，有啲人會用黃色色咩做的，好，唔光用啲糊嘅咩嗬，好，啲紅蘿蔔，紅蘿生頭面，芹菜一定要要，我後生帶咧，要會到捱嗬，係要葱嘅，好，來開始嗬，兩個啲來先切芹菜，因為我哋啲不等吼，我哋啲新竹人咧小炒有撈芹菜，沒有啲人咧還冇撈芹菜。有按你分哦。就我初本一行去食頭，佢出幾條葱，全部是豆腐乾、撈肉、撈豬肉。你係嗌自己改良嘅啦。冇，我頭煙煙咧哦，我咩要芹菜。北方北片咧要。哦，北片咧要。係。其實唔單止係芹菜啊，有啲味素也冇豆腐乾呢。哦，對。其實好簡單啦，好。省個時間啦，我落去選啦嗬，我有8、9樣材料對啦，這樣有做出個只小炒嘅味道。按你算起來嗬，你講你講嘅五行是5種蔬果的顏色，對對，都有。係啊，豆腐乾哈。正經嗬，我煮菜人數啲講，煮菜要當中要順序，好順序嘛。譬如講，我是出先切長菜，再來切它冇素加工，唔可以過到咧正表面絲嘅，豆腐乾、爆梅，再來切油，加鮮下太啦哦。你按滾蛋炒切。
哦，好起来了，好起来。那你差不多泡几久啊？安尼按太条用。了哦，落啲了苏打粉，还有盐巴，还有一点温水，大概是温水大概30度万元，30-40度万元。给泡差不多泡1半鐘久。哦，一久哦。嘿2班鐘久。所以冇聽過咯，聽過啦。叫佢叫起來，就泡唔出咧。叫佢叫起來，係咪變硬？泡熟起來啊。冇好咬。加蘇打粉嘅用意係乜嘅？叫佢黑醬釀啦。哦。黑醬釀係，所以要2點鐘久。係，係冇蘇打粉嘅話，我2點鐘久啊。哦。好了，開始哈。好，開始啦，開始啦。一種要係啦，一啲都要，真唔會黏鑊嘅。我講一般嘅客家小炒吼，食起來嘅口感咧一致嘅話，人家看到師姐切咧全部條狀哈，一條一條，就一條一條。包括 NDA 嘅母豬肉、3層肉，好。來，幾包條嘅火，按太煮做得下，要它太掉嘛。你邊你就太啲了。哦，太啲哈。一邊叫佢出油啊，出咗等下就將佢邊豆腐乾，豆腐乾邊好是邊油，煮做嚟炒咧。不過豆腐乾咩係哦，一定要邊讓有香味，要有透香哈。咪這樣唔會爛爛啊。係唔會爛爛。一方面有米絲，一方面塑形。咁樣吼，愛炒咯，擦擦，乾乾。愛本佢乾起來，等佢個就這個油走出來哈。太啲料是唔是愛油的啦？唔是。等下做個係啊，等下邊個。成邊乜嘅？你啊邊好所以邊豆腐乾。哦。豆腐乾邊好將邊。我看油條人吼，是成邊油面嘅，安尼創哦，除非太硬。唔係，我全部愛一種要邊撩起來，撩起來將放落去。哦。哎，將用下炒，你雜用各種嘅料起來，到一定的熟度，將它落去組合。哦。你也弄出來好食，像我們講石頭油條菜，用乜按上，油條太熟。啊，它油咬唔落。是這，按你講錯冇？錯。哦，那個染啲㗎哈。來，我弄嚟下，你講清楚哦。做得冇？哦，好嘞。因為你肉淡淡啦哈，一啲就落去提味一下。好，安尼做得嚟哈。做得嚟。然後油會太多嘛？唔會，我就邊個用啊？好，跟用姜汁係洗呢排咧，姜汁唔怕啦。做厲害啊！係啊，做得冇？做得。好啦。因為得哦，大餸哦。應該得。你可能係很粗魯。唔係。沒啦，你會嚇死我啦！哦，太聲啦！年肉唔拉死我啦！我嚟幫忙一下冇？唔好按手冇。你臉很好哦，咪你唔驚手啊？做唔得彈到有疤痕，我都是唔講嘞，我都是吼，全部是到處都是。哎呦，火則開，係咧係咧。開火，好。加煸豬肉嘅油嗬，再後來出來煸你嘅豆腐乾，對。像啲糊嘅哦，我冇買識豆腐乾嘅人，唔過啲糊豆腐乾哦，以前細阿婆都買嚟幫我做少少嘅食咯。哦。咁用唔會先黃色細啲嘅種嘅，要買木芎藥唔知道。我出去冇香嘅。哦。呢種將係喺包裝嘅馬龍先係會用呢種。哦，炒出來每套唔同。像係啲呢種嘅就有帶略嘅鹹味啊。有啊，對。啊，黃色嘅就鹹毛。係鹹毛係。就像啊，以前啲客家種食咧扮演我客嘅味啦，而咩喺講嘅薑豆腐乾咯，切細幼嘅咪會用呢種。哦。係啊，留香菇薑下邊。一掉薑下出清香嘅。係啊。而且嘅色差唔多要嘛，當咩當張香菇啊？哦。好，你薑樣哦，煸咯，有一點擦，你薑樣哦撩起來，撩起來，好，好香哦。有煸過是全部是出來的。其實你啲客家餸哦，薑樣啦，有陣時豆腐乾撈芹菜煸咁做得食啦。哦，係啊。哦。是按我去做的是啊，家啲鹽有冇？微啊。白飯來2碗，又是飯嘞。
吃饱还简单，吃饱真简所以单啊。不过吃到健康，吃到好没有差。再下來呢係油哦，係開火。開火。哇，你看啲啊，雙杯係油，切切擦擦嘅樣嘅很好看哦。油唔會捲起來啊，所以啲炒嘅熟度愛下夾掉啊，夾熟掉嘅嗬。係。泡水泡肚好哈。係。要一隻長肚。係啦。香個油都發高啊，仲係炒少少模式。係。咁你是用灶啊，香做的。一天都用灶嘅啦，大家炒一天都用灶嘅。係。嗰種就口感嘛，每套完全就冇香用嘅，嗰係生油嘛嗬，就冇香嘅。好，你下要油嘅顯出來哈，那邊乜嘅？一啲偷油啦。一啲偷油哈。你嚟流落去。哦，3層油流落去嘅，嚟偷油本。行個嘅。放落去。啊，開始愛 mix 咯。係。好。好香哦！偷油落去嗌就啲吞口爛水咧。其實我有條媽媽講紅蘿蔔它唔好熟，你就莫切按盤，切到泡泡，就那一條一條嘅嘟嘟好。還好，紅蘿蔔哈，真係好上癮，因為佢上色嘅東西，係啦。咩要保留它的脆口啦。係啦，係啊。好，接下來加乜嘅？加啲啊，加。車夫乾，又係蒜頭。哦，蒜頭成咯。迄磨烤是按辣的吼，辣就唔按夾標，我冇我踢辣。你啊仲那就有時會辣，有時會唔辣，係啊，還是冇辣嘅，細隻個辣我想佢，因為嗌到點樣炒唔咁炒嘅得辣咧。因為唔講啊，有條老人家細年嘅冇媽咁食辣咧。錯。像嗌起，你都講係太辣的呀。係，係會加起炸辣，大辣。你阿自家有種菜冇？冇啦，冇。前幾年有。你阿冇หั่。你冇หั่。等下一前就หั่啦，太雜咗嚟講哦。好，我要準備好咧。你阿酒呢？等下這樣標係冇？對，我起鍋這樣標。好。然後該鹽巴一點點。好。來，你看停出停哦。好嘞，因為啲頭髮有個偷油啊，冇聽鹹啦，冇聽鹹，你一年因為食聽鹹，一天是唔健康，係啊，好漂亮哦，不一樣哈，不過兩下嘅人啊，外食較多，吼，所以迄講，你做兩個菜本人食時節，就會轉豆腐卡士，錯，自家識得，然後讓識得，所以慢慢俾心情啊。對，種嘅都係識得油啦，乜嘅東西全部睇個中央，唔係講啊自家識得是為我要特別好，好讓吃哈。剛剛不用辣椒嘅哈，我們要不用酒哦，嗆一下鍋，哇！酒唔是嗆到會變有糖哈。嘿，你一定要找着。好的，關爆的。好。漂亮哈！係啊，非常嘅正。那最後落去搓。哇！掠一層盤，我相信哦，掠下電視機面前嘅觀眾朋友看到，就想講按部呀實實來注意下。飯哦，多注意喎你哦。係啊。好，大家小炒之後咧，來。丟起來，攏是強用暗醬，攏大家講愛搶大家食的係乜嘅？客家小炒，來試咯。
雪好得喎，雪好得喎。哦，炒上的香菇啊，譬如講一開始學料理嘅人來講，咩易簡單啊？做個很多家常菜啦。豬肉煸出油嘅吼，薑嘛是油，薑對身體咩當好。哎呀，神農是全好的東西哦，東西都冇食太多啦，嘛個食得好吼，對健康是有幫助。客家小炒吼，哦，謝謝啦。應唔會是客家小炒嘛？哎，這就是啦。要搭配在一起吃。哦，姜蝦絲。嘿，你係死仔搞藝嘅。好，來吃看啊。你還有一個問題，你還芹菜啊吼，時節冇香香咧，一點咧，我係釀下落，唔過芹菜香味油菜，很帥錯，油菜，而家用嘅方法當對。因為芹菜爆梅漿落下，唔好太緊，還有加水，用水嘅一個導入，把呢芹菜磨按勻。係啊，我知道啊，吼，一般人對呢個客家炒肉嘅味道就會鹹，韓國炒肉嘅味道要清重，吼，還有清辣，吼，清油，一樣爭幫飯。唔過我知道嘅吼，唔係一樣型，就係香味鹹下多，唔過飯香做得假是兩萬。還有我剛好吃到當厲害出嚟講，因為實在有講。搭用食材出來時間，佢熟成的速度冇同樣。古所講，家太講，哎呀，按麻煩炒出來全部挨下去做嘅，唔係哦。佢搭用炒出來嘅功力之外，時間揸得嘟好，每一樣出來之後再組合。古所我家攏講，要強下夾嚟來食，你有發現它的口感是一致的。你喺外地冇不是客家小炒，它冇同樣的口呢。唔講，我家叔講啊，我想要湯用色出湯用色，我想要湯油唔出油，菜出菜。唔過你啊，佢做嘅客家小炒做得強下色，你喺切無強嘅地方，還有我做嘅豆腐乾當厲害。我能擺啊，喺自家煮，我用了五色嘅豆腐乾，特別香，有知道嗎？係啊。佢特別香哦，你咬下去嘅時間，有啲人說啊，好好吃哦，拌飯就吞下去，這個沒有，你會想要留的再度，這個咬。差唔多78下。韓國其實吼，佢係牛，係橋。其實我嚇姜是皮肉，係唔講唔嘅皮肉嘅味道唔會本人味嘅，係因為那個豬肉有的有那個腥味，我都不敢吃，太肥也不敢吃。唔嘅 QQ， 係唔嘅 QQ 樣樣。豬講啊，山豬肉，還有自家泡嘅，還有料，火候功力咁厲害。媽媽的手，峨眉派掌門人的快板聲，滅絕師太。好啦，快板聲哈。唔會。第二道的功力很厲害。你吃到這個來食呀嘛該？這麼人想愛食香菜。冇按長面絲嘅。係。香菜哦，師姐，請問一下有乜個香菜做得啲啊？炒本嚟你食？炒蔬菜本最好的。哎呦，蔬菜的。生香菇，炒生香菇。生香菇哦，你下香菇哦，當然當葱絲啲食材。係。啊，看用版型嘅生香菇哦，夾夾來做好冇？哦。我看佢都是正言當料，炒生香菇。好來炒一下生嘅香菇吼，一般來講吼。香菇外邊食咧可能係煮湯下多，比如講火鍋啦，吼涼拌，吼用炒嘅下少食多。嚟介紹一下近邊炒生嘅香菇。講到生香菇，一定近邊主角係香菇當重要嘅吼。你嘅香菇弄配嘅香菇有乜唔重要？你係椴木啊？椴木錯，椴係乜嘅椴？樹種啊，咩嘅真空包啊？一團一團嘅椴木。係，其實大孔一種啊。佢嘅特色係乜嘅？佢較橋，較橋，是講好傳統，還是好習慣用嘅。店咩係你主要店方大家當嘅店嘅？唔會。哦，你係唔種嘅嘛？唔係啦，唔會啦。係上網還有時間種哦，好風菜條，搭皮嘅哈，還有5種肉咯。你第一眼20來。錯。你係乜嘢咯？蠔油。
蚝油哦。哎，因为炒蚝油香菇啊，留啲香，cái蚝油落去，口感较好，就唔會按，佢有帶啲甜味嘛。所以講，你又唔是愛甜分，唔是嘛？香菇是甜的嘞，哎，就按有健康，哎。你要說像你咧煮白個海參的時間，哦一天要加蠔油，嘿嘿因為海參然後香菇同樣佢都可能煮的時間冇嘛米氣，不過佢要灼嘅米，蠔油就是很好的催化劑。對對對。哦，你係強時。薑絲，哦，葱葱啊，好薑絲薑菇係冷的啦，佢啉水晒，所以講留啲薑絲落去吼，是落去綜合一下。更係比如像糯米，一天愛批薑絲。薑絲。好，來開始了啊！好來先切香菇嘛。哦，買東西要講嘅，最愛買東西要做，天窗買嘢最正嘅東西。佢原本你係落心情又爭，但買咗嘅東西唔好係主動係唔歡喜嘅。正經吼，嘿。唔講喺正經買到一樣快嘅咧，我其他東西喺煮好都快嘅咧。係啊係啊。我老人客講，同今年下年唔是幾多食，食好豆腐，食小豆腐。哦。是好一點，至少一點，少嘛？沒有。好來，再下來切乜嘅？對啊，這紅菜頭，紅菜頭切絲。一些些來搭配兩個色。係。其實你做倆炒上嘅香菇啊，對譬如講一開始學料理嘅人來講，咩易簡單啊？啊，就做個很多家常菜啦。根本上不先呀，上香菇來是講又有肉嘞，小炒油嘞，是特別講啲家常菜，香菜較普遍嘛吼。但是個用來香菇又好做，又好買，所以一般家庭用啊吼，也是個用來。迄食菜講哦，迄買唔到端木香菇，其實你屋企都有菇類嘅，咩做得啦吼。做得，係啊，食到菇類就很好啊，當好嘅東西啊。好，切好嘅吼。好嘞，好來開始咯。愛先來煸乜嘅？油。哦，來煸油吼，煸油來煸。煸豬肉。冇使要特仔啦哦。還有香菇，唔可能係咩要油都油嘅炒樣好食。林太姐，我發現而家豬肉，唔係呀，豬肉絲啊，有帶皮嘅，帶皮嘅容易係你。因為哈，根本嘅哈，我大概肉絲啊，肉絲喺燙過來哈，煮到硬冇事。所以帶過來還是基本用啲鮮切嘅肉皮。個是個皮還是冇落去切嘅。哦。因為我發覺到啲嘅豬肉係我習慣是皮切的是當汁啊樣啦。哦。冇看還是皮條嘅，你按上人你要買用。怪啲個皮講到要好。其實好看之外啦，嗬，係啲山豬肉一定要老皮食，山豬肉皮真勁當好食。係啊，看啲，我講啲，因為魚豬也聽細魚豬肉咪冇食。就魚較少啦，嗬，較少。可是啲太條嘅豬，佢就會嚇皮，哦，我嚟煸一下。一般炒菜係會用肉絲啦。但是佢咪帶過來肉絲嗬，薑嗬。你講特色啦。會食。哦。你要食食。好，你睇豬肉煸出油嘅嗬，薑嘛是要哦，薑對身體咪當好。係啊，神農是傳好嘅東西哦。東西都冇食太多啦，乜個食到嗬，對健康是有幫助。啲豬肉是唔是像個小炒煸到按甜，係啊，係。好，它原紅菜頭煸下去嘅嗬，還有呢個端木香菇煸下去，哦。煸啲水啊。好。這啲水哈也靠這個蒸汽溶香菇煸下軟的喂。佢啲按球炒東西，你冇注意炒，炒出嚟會硬冇事，係。還個鹽巴本係啲。中央啦哈。中央。剛好煮好哦。哦，翻好啦。好啦哈。好啦。咁然伊提出佢嘅香味，還個甜味。因為蠔油冇一樣多嘛，即係一樣一豆係，一樣一豆來。因為蠔油一樣多會脫甜。係，香油又冇看。係啊。因為啲係
像讲那个色香味俱全，嘿啊，一只小小的动作啊，吼，就会有加分啦，吼。当然咯。嘿呗，你看炒出来真係都冇中藥。係啊係啊。以前客家人傳統嘅食法就係食爆就好咧，嗬，實際去做食。無限，所以食到太難。係啊。食到太難，悶熟嘅食香就是咁好了，那有一啲嘅東西。係啊。係咩？就不該有乜嘅就做乜嘅，嗬。係啊。係唔好浪費食材。俺係是會出去，講起人人，特別人人聽書聽話廣告啊，做好事嘛，有人聽書轉來，都幫我們自家有家庭的、有生意的做菜。是為出去訓練嘛嘅，真係是為去煮啊！哎，真的，哎呀，這有些都懂，所以講全部學到太麻將。太麻將好，嘅表示你煮嘅東西好食啦，太講食。哎呀，個孫哦，全部加油差唔多8嚿哎。哦喲，俺媽講唔做乜安排，弄乜係你。煮得很好食，係啊！來，你看蠔油不用下去啊，辣椒不用下去哦，蠔油差唔多1湯匙，嘅量就好咧一盤菜一樣差唔多一盤菜一樣啦哦。係，葱啊，葱啊下去哦。很有意思。好。這個接着水啊。好。哎。來，看哪幾道。小香是比較軟啲嘅啦哦。一冇香糟。冇香糟。一冇香糟，不過要多㗎。我跟住係放咗嚟收起嚟。好放。要不放少少哈。還會持續加熱。長脆所以實實地方。你啊，個好本幾個餘溫啊哈，本幾加強一下。好嘞，安尼好喲，安尼好嘞，安尼好，來，盤咧哈，來，恁準備啦，太熱拍攝盤嚟講嘛。講，菜炒唔講，盤都講到是講嘞。係咩？菜炒咗講，一定要講嘅盤。先去困一下啦，吼。你講平常時啊，你啲傳統地擺度，我特別有看到安東人有聽下佢食飯食到變好朋友嘅嘛。有。最多年的係幾多年？你講16年的未？16年來，到底還沒行來？真嘅㗎，可能後生時都來，你阿做阿公阿婆都來咯。係啊，該生人啦嗬，都幼稚園來，你阿全部出過去嘛個東西咧。係啊，就像你是啲香菇，雖然講有新的東西，唔過有內為錢㗎。哦，來，龍太家講唔係搶太家食的係乜雞？生炒香菇。生炒香菇。對。一口就滑進去的音。椴木香菇，真勁當 Q， 其中肉、咬腔下嘅口感係一致的哦。你係咪當意外的？總算係食到椴木香菇嘅特色，因為食起來嘅香氣當牛，韓國啊，正經嘅就係樹木，撈一半種飯冇香樣，因為食到嘅樹木嘅香味，當特別。炒香菇哦，炒生香菇啦啊！會香下冇？唔會，唔會啊！就一口就滑進去的音。椴木香菇，真勁當 Q， 其中肉、咬腔下嘅口感係一致的哦。你係咪當意外的？錯嘛？而家
朱文呢？您当讲啊，我觉得总算系识到椴木香菇这个特色，因为是迄个这个香气当牛，韩国啊，真经济就系树木，捞一般种嘅种番冇共用，又是到个树木嘅香味，当特别，真言，有感觉真好。过年吼16年呢，16年冇简单。最近啊，去个店啊，睇下人见过哈，伊讲赚多钱呢，了不起马上会来。讲做4年100有啦，蜜月期啊哦，一开始啊，13是90块唔好，剩下10块吼。所以我爱当年节目，当很用心去做。爱上心。系啊，因为用心咩，大家做甘肃的都嚟用心，来过一边人，我讲人白做唔可以做咧。韩国咧传统客家菜配备吼，跟人客讲啊啦，一年也唔滴啦。用像是做了按传统啊，已经台湾真冇几多间咧。冇嘅啦吼。用当会搭配都有改良嘛，我去做下高级的是啦，我做好，我又冇要学啊，哪是做好传统哎呀。冇。梅干扣肉啦哈，炕肉、咸肉盘、小炒、太炒、吹扑卵，那是一定有的客家菜。你所以你要坚持啊。对啊对啊。因为你生发下来的，留伫你身体里边都会出来掉的。对啊对啊。来吃到抓出来当中的传承。哎呀。喺冇用乜 any 食到安好嘅菜。古所講什麼年成飯。冇，你。那這種年成出來了，好，有陣時候啲你弟弟阿要成飯，講啊過一天算一天，唔記得自己最初上愛物件，吼，什麼年唔單講煮菜哦，教愛你人生嘅道理，好冇？我係繼續去修煉。我做只土地，做土地嘛。做得，水啦，分养。于涵呐，下凡来教我们这个更精彩的菜。就是我是讲做嘛事情当重要，你要经营这个心思，还个要有用心。你人们来讲，你可以点样办？其实咩朋友突然来，我你什么嘢，你要量啥，这样做得下去。用心。三人做东西就安样啦，你一三无牌咩做唔得啦。而且用啥有人支持样做下去。我先生是他采购啦，因为佢没做生意了，佢上班的人嘛，不过拖下水咧。乱讲，来上佢咩有甘肃当人用心，好冇？好啊。什么意来啦？我谢谢你，我俩机会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听我一首咧。好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原本嘅啦吼，同大家讲，有常时吼，你。不用下来当做事情，请下来，闭上眼睛想看啊，你自己爱成败系乜嘢？最简单做出枪，艾师姐吼，这么一直讲诶，做好一件事情，好好来做出做得嘞吼。不过咧，做好事情以前，一定会成快，你也家家有好事。欢迎各家来主席。等会了哦。大家好，非常欢迎今日来到两位，帮我一只经验，哦，哎呀，唱茶做下吼，做菜今日到了两位来认识大家，非常嘅感动，又和大家一样的爱个糯米，哦，做了，另外聊聊天，还会煮好吃的东西，向大家，羡慕大家，谢谢大家。